5日這要到，大家開始咧辯論啊，到底南部粽較好，還是北部粽較好咧？其實南北粽啊，不但煮的方法無同，含粽葉啊嘛無同。南部粽啊，用麻竹葉來包，較嫩較耐水煮，色嘛較青啊。北部粽啊，是用桂竹葉來包，桂竹葉啊，就是咧做這個炒粿咧桂竹葉啊，這個色水啊，就較黃啊。粽下對後，內底底一米、香菇、兩錢、三層甲筍啊等等的配料。放起來，送入去人生內底吹。小火火的肉粽，應該規條街路攏胖公公。5日節就要來啊，大家攏小濟買肉粽。台北市茂名一間市場的2樓賣肉粽的店家，只要甲粽捧出來，人客就先換過來。工作人員無用甲要掃草。要過這一粒細細粒的肉粽，內底學問就多咯。因為南部粽比較軟，北部粽是用蒸的啊，那南部粽是用水煮的。可能北部粽會比較 Q 啦，但是南部粽比較軟。我比較喜歡南部粽，水煮的。為什麼？我就喜歡那個有粽子的香味啊。它是整個根包起來沒有下去水裡面煮啊，有那個粽葉香啊。北部粽是先將鴨甲米炒好色，包起來再個送入去吹。南部粽是包青米加全色的鴨，這個落撒。根據農業部的資訊，北部粽大部分是使用桂竹葉啊，南部粽大部分是使用麻竹葉啊。北部粽用長竹米，南部粽用圓竹米，就連配醬料也攏無同。你要說南部好，台北不好，都差不多，就看人因人而異了。對不對？有人愛吃台北，有人愛吃高雄的。你說我要偏的話，我說不上來了。南部粽甲北部粽攏有人愛食，不過食了本色唔通黑白拼。粽葉呢，它的纖維實在太長，很難分解，所以它要當一般的垃圾。那口味有差，也會當對粽下分辨北部粽甲南部粽。是講肉粽的粽下甲北粽的色啊，屬於一般本色。若無依照規定來等，上懸會當罰6千，都愛特別注意。